瓜拉内的神话故事里有很多角色，每个角色都很有特色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达乌和格拉纳的7个孩子，他们的名字是Tejujawa, Moitui, Monyai, Yasujatere, Rupi, Ao, Luison。他们的故事要从达乌第一次看到格拉纳开始说起。达乌是万能上帝杜巴创造的邪灵，但是他的工作是保护人类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看见人类部落里的格拉纳。哇，好漂亮的女孩子！小姐，你好漂亮，你要当我的老婆吗？你是谁？好奇怪。我叫达乌，我是人类的守护神，我负责保护你们。哦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走，你不喜欢我吗？香香，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，为什么我会喜欢你？我是伟大的守护神，而且我这么帅，你应该要喜欢我。达乌先生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喜欢你，而且我很忙，我要去 shopping 的时候忘记了塞钱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啦！我不能接受！你回来，我要你当成老婆！救命啊！达乌很喜欢格拉纳，想要和他生很多小孩。万能的上帝杜巴知道达乌和格拉纳在一起之后，他非常生气，因为守护神不可以爱上人类。为了处罚达乌，杜巴对达乌和格拉纳降下诅咒，让他们生下的小孩都不太正常。一段时间后，达乌和格拉纳生了7个孩子，他们的外表看起来都有一点奇怪。我的7个孩子，他们都非常可爱。现在，我想介绍他们给你们认识。哇！爸爸，我的肚子好饿，我上去东西。这是我的大儿子德久亚娃，你们看，他好可爱。他有一个蜥蜴的身体和7颗头。好，你乖，我带你去肯德基吃肉好吗？不要，不要，我睡觉养鸡肉了。啊，我忘记你不吃肉了。对呀，我想吃水果，我最喜欢吃水果。啊，我有1颗苹果，我喂你吃。来，打开你的嘴巴。对啊，他为什么在哭呢？弟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哭呢？对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跟我们说。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她叫奈比，我很喜欢她。然后呢？我跟她说，我喜欢你，当我的女朋友，好不好？她说我的头是硬骨，身体是水，看起来很丑，很奇怪。我觉得你很可爱啊，你是我最可爱的儿子。那太过分了。
博一堆，不要难过，他在哪里？我们陪你一起去找他。不用错，我带你们去。博一带他的爸爸导和他的哥哥的就叫我去找奶比，他们想当面问奶比为什么不喜欢博一。莫奈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又要偷东西来？不是的，妈妈。你敢？你果然想偷东西，你真的坏孩子！呀是呀的嘞！你在说什么？没事啊。为什么你抓了一个人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应该保护人类，不可以伤害人类。都是因为熬熬了，他说他想吃人，他要我帮他抓一个人给他吃。我的肉呢？我肚子饿，我想吃肉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了。现在我肚子饿，我想吃肉。不可以吃人肉，可是那个人看起来很好吃。不可以！你们三个都是个坏孩子，我要处罚你们。古鲁比和路易松在哪里？你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路易松现在应该跟我一样想吃那个人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库鲁比现在应该在骚扰某一个女生吧。我的小孩都好糟糕啊！现在你们跟我回家。好，妈妈。谢谢格兰娜。所以我的麦克风还在我的手上。格兰娜很生气的带莫尼加苏加的雷哈和嗷嗷回家。我想他应该会很严厉的处罚他们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古鲁比。很多人都说我很丑，可是我的身体有一个不贵很特别，就是我喜欢找女人一起玩。啊，那里好像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。我去找她玩。啊，这个女生已经死了，不好玩。啊，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，我去找她玩，哈哈哈哈。
大家好，我是吕松。我看看文涛是对的维亚涛，好像啊，原来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我要去吃肉了。你逼死掉嘞！哈哈，好悲吕松，悲。什么？我没杀人，他刚刚就是到了，他当在这里啊。做了什么，吕松？你为什么杀死我一堆心爱的女人？不是我了。你不要，一定是你杀死的。我就知道你在说坏事，你真的坏孩子。妈妈，我没说坏事，我没杀人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要好好处罚你。当然也是。古鲁宾呢？你们知道他在哪里？古鲁宾，你上来。y bueno, y bueno. 你不要欺负那个女生，我们现在都回家。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你们都回家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就是瓜拉尼神话中有名的达乌和格拉纳的几个孩，他们都是人类的守护人，但是常常做一些坏事，让人类很头疼。瓜拉尼文化里的神就和人类一样，有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，就和我们的生活的世界一样多彩多姿。